tomato 炒豆腐出材料。红菇很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照相叫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阿妹拜拜哦！阿爸，阿妹冇多不卡，人家就吃一餐饭好冇啊？哦，哇，好棒好棒！去餐厅。等一下，不过爸爸等于妈妈一天爱去给煮饭不唔得食，姑说人哋喊你地府卡生啦。啊，阿爸，你晓得煮饭？谢姑好讲笑哦，爸爸可以给一定强给太厨师哦。等一下，等就第一啦。真今日要改啊？我唔知呢。一定强太厨师出材料。哇，好多菜哦！阿爸真今天一定强给太厨师。阿爸，要盘黑乜雞呀tomato 炒豆腐啊。咦，跟要盘呢？豆腐炒 tomato。有乜個冇共用啊？冇共用，一個係 tomato 較多，一個係豆腐較多。明明就是一樣，還說不一樣加一色啦。哦，一定強太廚師出材料。拜託，唔係tomato，咩豆腐，拜託。來，夾過來，來，唔掉看，爸爸煮冇共用嘅菜哦。又係tomato，又係豆腐。阿爸，菜哪有冇共用啊？冇共用啊，我係煮嘅 tomato 豆腐湯。爸爸老唔掉講哦，tomato 老豆腐係爸爸最好食嘅東西，無論乜個時節，我只要食到 tomato 老豆腐，就會滾你嚟當歡喜。可是阿爸，我記得世界上還有別的菜呀，像是玉米啦、香菇或是芋頭啊。好菜啊，還有吊菜耶，番薯、白菜、鳳菜、高麗菜、鹹菜，還好啦，捱啲嘢啦，冇安尼好咧，俺來夾菜，鹹披薩好冇啊？加菜！喂，最好食披薩店嘿，錯，我係隻泰披薩，乜嘅？記住來隻 tomato 豆腐披薩好咧，謝謝哦。我要 tomato 豆腐披薩啦！咕，世界最偉大嘅英雄 Super Chicken 來咧。我肚子有。冇問題，菜來咧。得啦，睇幾兩嚿。我唔好食幾兩嚿。得啦，睇披薩。我唔好食披薩。得啦，睇漢堡。我冇愛食漢堡，幾層嘢夾嚟睇書，我想食豆腐。幾層嘢一定要擺成夾嘅衣服。哎呦，想食豆腐冇問題，我來做豆腐。就這樣。這個豆腐很硬哦。賣菜喲！賣菜跟來了，嘉義很爸爸來買菜，這樣就不用天天吃番茄和豆腐了。
菜。老板，请问你有哪些菜？哦，嘛个猪油啊，就是毛头麦豆老豆腐啊。哇，很赞哦！跟你有乜嘅啊？啊，我有包燒、香菇、吊菜嘅花菜。哇，包燒、香菇、吊菜嘅花菜，很赞哦！我要向我爸爸來買，我要向我爸爸來買哦。叫來買啊！賣菜啊！賣菜嘅來了！賣菜啊！爸，快點，賣菜啊！哦，天天你哈，嚟看哦。先生，我來一些咧香菇、包燒，也係花菜，全部都當齊哦。有冇毛頭麥豆老豆腐呢？就係毛頭麥豆老豆腐。佢啱買乜嘅啊？師姑你轉去啦。爸，人家想吃玉米，还有香菇、茄子，花椰菜也不错啊。爸爸，我们买一些回家煮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最近啊，炒包燒、炒香菇、炒吊菜嘅、炒花菜，生意嚟食咧，就唔會炒嘅哦。最近啊，好啦。我就買一些的包燒、香菇、吊菜嘅花菜啦。終於不用再吃番茄和豆腐了。咕，世界最偉大嘅英雄 Super Chicken 嚟咧。我都是有。冇問題，菜來咧。等等，睇幾兩嚿。我唔好食幾兩嚿。等等，睇披薩。我唔好食披薩。等等，睇漢堡。我唔好食漢堡，幾層面加了特殊，我想食토마토。토마토，種토마토。他那杯토마토。真是謝謝賣菜的人吶。對哈，就有包燒、香菇、吊菜嘅，老把菜好食嚟呀。出菜了，吃飯了。耶 ！Yes， 炒香菇，炒玉米。Yes， 煎吊菜嘅，炒花菜。Yes。香江、提紅、토마토豆腐炒麵。提紅、토마토豆腐炒米粉。第三紅，토마토豆腐炒板條。又係토마토老豆腐，還係有一條誒。爸爸，你剛剛買的玉米、香菇、茄子和花椰菜的哪裡去了？記得我唔曉數啦，就老爺存到我要拿來炒啊，太假設啦。佳琪，沒關係，吃飽最重要了。吃飽青蔥油。哎呦，實在很排泄啦。給按樣好咧，天公爺，我就以買食譜做了研究，看樣嚟煮包燒香菇撈花菜喲。乖哦，唔過啊，今晡日嗬，大家還嚟顯示토마토老豆腐哦。阿爸，你不能騙我，真的要去買食譜哦。講到做到，
请吃饭喽！来，是得有 tomato， 来，是得有豆腐哦。给同爱教，我是太厨师启明，我是小帮手太姑诶，太厨师小帮手上台199，请问太厨师今日爱准备哪个食材？俺今日有香菇、椒麻，还有葱诶，也是丁筋，还有太老配嘞。啊，太厨师，香菇，椒麻，葱诶。红萝卜嘞，塔罗卜嘞，到底要做乜嘅菜呢？团看啊，糖看啊，我糖唔到诶。我偷偷老唔讲，我爱煮鸡汤。啊，雞湯，我食雞湯。啊，雞湯！啊，救命！太哥，還敢轉來啊？我講笑的啦，其實我做嘅係長菜湯。山路弯弯弯，2節火車突突突，3兒姑娘水水水，4月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2節火車突突突，3兒姑娘水水水，4月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。2節火車突突突，3兒姑娘水水水，4月頭髮 wonderful。山路彎彎彎，2節火車突突突，3兒姑娘水水水，4月頭髮 wonderful，4月頭髮 wonderful。很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2隻就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 and 你在飛。